嗱，我哋呢個298嘅項目呢，就係行北4徑啊，香港嘅4大行山徑。咁啊，行晒佢呢，係咪要一啲好叻嘅年青人嚟報名參加先得？唔係嘅，係咪亦都係要有一啲好渣嘅，我哋幫佢去行晒啊？又唔係渣得晒嘅。我哋而家今次呢，就係一個嘅叫小組形式，我哋會有一個海選當中呢，係挑選12位嘅年青人呢，係用一個小組形式嚟到行完呢係4徑嘅。咁今日呢，就渣打馬拉松已經喺香港舉行咗啦。咁嗰個係個人嘅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啲嘅年青人，佢想挑戰自己，又或者你覺得佢可以呢係去參加嘗試嘅嚟到去挑戰自己，或者嗰個合作性就唔係個人去完成，係一個小組去完成行完呢香港4大行山徑。咁呢個對佢嚟講呢，係一個人生嘅挑戰嚟嘅。如果你有身邊呢啲年青人，可以推薦下嘅，上去基甸事工嘅網頁去睇下嗰個資料同埋報名參加。